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來我哋檳城福建嘅節目，我是 Mick John，歡迎。這禮拜我哋有幾個小嘅嘉賓到對來參加我哋節目。這禮拜我哋講嘅話題是講係咩啊？今時啊，這個代誌，㗎，這個是最後我 idea 嚟，係你劍湖我 idea，所以劍湖夾俾劍湖嘅隻無影，所以無攤來。แล้ว我諗嘅代表就是看看島對嚟，那時候島對嚟是啷個講講，特別島佢是不對嚟嗰啲外口個。所以當今呢，喂，叫我介紹我諗嘅邊，等我看住，等下住，這是別人冇咪講下。You can see, show, you can, why can？ 哦，這人看未到咩啊？人看未到。delay 淡薄啦 ，delay 淡薄啊！我唔使條 stop，我 stop 我嗰陣 start 過啊，阿明。免啦。哦，阿邊唔是 long 啦，我等 stop，我等 stop 掉我係video， 特別人當然 lock 掉人冇影響掉啦。我係 start broadcast 過，人家就冇影響掉 number of viewers 上咧。啷有影響到啲咧？到啲啷看掉？冇啊，應該是個 stable 你嘅超啊。我啊我較好啊！啊我嚇。OK， 好的啊。我是假啊！好了啦。OK， 這禮拜咧 start 過。這個禮拜我們嚟講嘅是班長，唔是班長佢特字，但我未看，攞住最出來是有數字嘅，冇。班長龜，班長龜，班長，有班長龜有。哦。班長龜出數字啊？搵馬數字嘅。哦，好，嚟，咱係講起你馬數字啦。就是講我聽我冇咩知，講伊個貴咧，迄個數字嘅。process 嘅，你講我介紹我聽下。你介紹嘉賓。特別去介紹咱嘉賓就是當我成個定節有金培啦，即係我是金培嘅先嘅名叫做咩啊？彭古拜，你係佢冇到零咯，然後只有冇到零夠夾嘅，然後佢有班長龜本是咱老丁老仔就估無對嚟，但佢都對嚟啊！班長龜講，班長龜啊，點做啊？我請問別幾條 lesson 啊？冇人知咪見嚟講，班長龜，我係變兩次啊了啊！係咪嘅？你講我第二字學，你教人講我第二字嘅。嚇？係咪就到 start 啦？那個 program？哦 ，OK。但係你是講你咪講人聽到第二字咩？那第二啦，冇阿莊咁樣我變都知哦。哦，真係得一個，等我講下。Skype。等陣啊，係咪？哦，你朋友啊？伊嘛是做 bookie 嘅，以前有 experience 嘅。哦，即拍下，伊當然有啲哦。有啲啊。你計講啊未？伊部 Skype 啊？伊部 Skype，伊到話考佢又就講我人做 show 嘛。哦，係，實際你朋友名咩？呢邊係 JY。我咧，我講我咧。你叫佢 JY 食晒咯。食晒啦，一要 JY。做咩事咧 ？JY， 你是查甫查某誒？查某誒。又做 bookie 佢又。所以而家我家無方便講啦，你叫 JY 嚟啊？你叫 bookie 拜啦 ，bookie 咩？查某嘅 bookie 咪叫 bookie 拜。我叫 bookie 膠。bookie 蘭。呢個有有咩？有成講啊，一科第幾餅啦 A B C 啦，以前那個一教嘅，擺我第二次是啊，一教完就講咯。OK。A B C 係咪咯？我冇咩曉嘅。你小白板伊叫咩名聲？我表 JY 無好聽，講福建話名。影。咩？不福建話花名。花名應該是冇啦，那可以啊，可以有人叫伊。你小白板冇得排啊！我唔是排啦，我拍得落去。你學嘅人學落去就是掉啊！
Boogie Bye 啊，我是叫 Boogie Bye。啊，不記得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唔是 Boogie Bye，Boogie Bye，Boogie Bye。啊，不記得掉。啊，未拖未通了啊？啊，不過我等要 at 呢先。啊，有人講先啊，你解釋成講，我等你 at 掉。喂，我是冇到你，我問話係咪厝有捌字袋誒？有我出這款。等我成日播嚇，係啊，我 create 播。哈，捌字多啊，捌字袋啊，嗰是叫北港袋，兩種嘅，種是關你媽，一種是北港嘅。哦，等陣我叫人經過。裝貨。阿咩？不過另外隻裝貨。阿咩嚟？是你啲資料啊，唔是，以後碌景阿毛，碌唔制別嘅叫咩啊？碌隨車，你要車後尾籌 number 567，哦，舊呢度是567啊，你講。特別伊是對北港字。dictionary，伊是對北港。dictionary 嘅。哦，係咪嚟嘅咧 ？dictionary 啊？啊，字典。北港袋 with dictionary 啊。哦。有3種。特別伊是北港嘅咧，唔是觀念嘅啦。有兩種。觀念一本，北港一本嘅嘛。觀音多。OK。個不是要銀行啦，時候碌景阿毛嘅。就你不要恨啊！如果咪去找阿毛，你不要阿毛，只要去找恨啊咯。哦，當佢我放起去咧鋪就是，我當佢會訂未啊？你硬嘅訂未整。咱就是講，咱當佢我去每人看，咱就是厝有迄八字刀嘅車啊。你厝是有八公刀。哎呀，等下應該 ，sorry， 等陣我 stop 隻，sorry，我 stop 隻先 ，stop， 我俾玫瑰，我俾做個先咧，你話玫瑰which 八字刀啊？係咪？你叫咩車？講咩八字啊？咩對？咩字？八字。八字八啊？你叫八字刀。八字刀 ，books do you have？ 我俾另外這是哪本？有人有哪本嘅嘛？八公刀。觀音多，แล้วก็ว่ามีเนาะ both notebook ฮะ我個試嚟啦嚇，我就實佢試 sorry 但我諗 vote 啲人佢諗特晚 vote 人佢就去 vote 佢啊，當見佢就去 vote 佢我但每碌話就住八字多嘅赤事，跟住俾我看能冇起落落，有個人就是攞本嘅，當時 come hit that 字當見。แล้วเราคิดแต่ตอนนั้น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โฟนหอแล้วกับเกี่ยวกับจังกุ้ยกับอีเปียว講同我爬เป็นเปียวฮะโอเค要聽邊啲學嘅你又冇嘅你放喺 office 上聽แล้ว啊哦我爬咧係一個唔使爬痛啊等爬咧你再諗俾風落要唔使係 surprise 啊 Hello 歡迎你等特別啲學嘅你直播你是唔是俾你學嘅你聽下講？誒，講話啦，免拍死，冚嘢，真嘅啊！打條冷啊！我去那邊計講嘅，一個唔知你聲啊，你小時我嘅聲啊。你記得係講？我記得我 SMS 嘅。哦，嚇 ，SMS 嘅講，我當然落掉聽，直播。嚇！你就吸我電話喎，吸我電話。OK，當佢照你一個應該照佢，係啊，我是邊你學嘅啊！哎呦，等陣我看人嘅 post 就係人，come去搭啦，人幾人呢？當今阿 John，喂，現在咧，你咪揾啦。嚇？咪揾，冇你講嘛。講嚟啦，你唔使，我諗唔使你名了喂。哦，呢度啲。跟住面嘅啦。我叫你不記拜啦。講啦。又係冇錯冇咩冇錯。頭先係咪佢講得錯啊？咁冇錯。呢度啲就係外界朋友講。買肯啦，啲朋友佢講係朋友 ready 啊，格格。舊永升。買，我聽你先啊。等陣我看到啲咧即係咱成講成
即個摩多玲，你厝幾本？我厝兩本，不如我家己厝無啦，我嘛厝兩本誒。然後伊嘅八公刀，伊用個錢攞，特別要伊特別嘅做包個水水我嘛哦。哦。嗱，講我個人講我厝臭嘅10本咁少。對啊，你厝做咩成啲嘅，就過10本嘅啦。冇啦，我厝都唔是少字嘅。是單字嘅。冇啦，你做成啲嘅，我是講你嘅成啲是被8字刀去食啊嘛。哦。唔是啦。是我咪看，我唔係點呢度嘢，看先個叫俾佢。哦，你個計俾佢一本。啊，你點呢出？要新嘅車啊，新 number 上嘅㗎咧。你有新嘅，你有新嘅。你 number 冇上嘅啊？number 上。我睇你新嘅是4個digit嘅，你3個digit嘅呢是 fix 嘅。哦。printing 啊 printing。3D 啊，會 3D 嘅。你啷翕相好啊？叫我 post 隻 show 是。Orang bangkoi ah. Ban jangkoi做咩？了就是。咁啊，我禮拜喂，message 係嗰度話考前。你買啊？伊買講expire，伊講前下亂嘅數啊，邊啊前下這樣啊？哦，expire，OK，不要緊，那把這兩個叫做咩？expire 嘅講啊，你當你講啊，你馬少字嘛，你咪使講，特別我當每條人看你嘅厝有幾禮拜，啊不，你厝是有幾本得一本冊。幾禮拜，佢專得一本冊。我買個係少冇。是佢本冊，佢本係人講多，班長貴。8字刀。8字刀。哪本啊？講係本關嘅哪本啲？對，你話即係我講聽，即係我特晚問嘛，我特啲去 forum 問看，最人嘅厝8字刀。然後是有八公刀有16%，觀音刀有5%。誒，觀音冇 popular 咩？有啊。特別係八公刀甲觀音甲 popular 佢觀音咯。特別人講到 number，佢就是講到八公嘅物件，八公嘅 number 嘅，觀音嘅甲八公嘅無相嘅走正濟。哦，但我看咱有7-8%，較濟人是有2本，然後個有7-8%人是無半本。哦，那你一個人看咩？你叫咩？你一個人看，是唔是優先投資也是？講，但話每人即個兩本啊，了即個把即個金配有幾多本？金配有10本，係講一齊啲碰見數。你買是你去帶買？香店麼？香店啊，香店是咗買香，我買辦公物件去買啊。但係現抓有嘢可能。對啊。我係 promote 嘅，真係。講咁配。我係買 Chris 嘅香店啲擺拍廣告。拍廣告咧嚇，是擺喺仲對面呢邊。擺喺仲對面啊？擺喺咱就冇講仲領嘅派話啦，咁擺喺仲領對面咧。你不知咱講撞領牌嘅時，係撞擺喺撞嘟，真正無好嘅時，咱講撞嘟，咱對無講無好時，咱講擺喺對撞領對面。你啊？擺喺撞領對面有 aircon 呢？有 aircon 嘅曉店啊？有 discount 哦？嚇？咁佢有 discount 啊？有啦。你要做你劍抓有叫你你學嘅你作未啊？唔是劍抓，please。OK。Okay， 豆嘅講咩咩？So I just say what I think I just say. Okay，對豆嘅要去咧歡喜大啊咯，所以講要看，我每看咱嘅邊隻啊，每看咱去歡喜大是要講咩物件呢？白邊你學嘅？臭哦！你豆嘅，你家人講啦，我人是正舊講話，實在特別不用學緊話講嘅。你有時個有啊，但是你平常時到電視機聽袂到嘅物件，你到底邊學緊聽得個了。你往個正嚟正嘅，往佢邊撳配嘅樣啊！即係做咩？往佢邊撳配啊？呢？咁冇難。有啦。你 OK，但你講到對第二，講叫即係就講看。
啊你班長鬼講話，伊媽是數字告訴講。冇啦，而且呢個四行我讀一年級，而且呢應該是大去見到嗰陣時，我就在玩馬數字啊喂。啊。因為伊儲備前下隻咧三年嗰隻咯，3年嗰隻。啊？四本呢？咩嘢？四本啊，四本呢？哦，個嚇，對，在。讓古巴佬讓下次用這個字啊嘛。要聽到你個另一邊落地時啊，你去邊落地點嘅時，你在運動，啊咩啊？活動咧，活動，你在強調嘅，寫到啲落地嘅，家啲嘢落地一粒，咪話呢是鬼背個好類嘅。是誒。啊，攞小細下呢頂，我猜點啊，是我是成日頂到個是頂到係 credit card 嚟啦。一點個結出嚟嘛。少咯，幾邊啊？講幾邊啊？你記得一個切去切點嘛咧時候，你卡落啲一粒啊，咧是寫起來咧是鬼背是那個小小咯。啊對，當佢個有啊，當佢。哦，成日講我咱古巴 office 對面咪是咖啡店啊你哦，我係啲舊慣你咪是成個咖啡水一樣半機鋪啊。哦。啊，可能咯。個係咧就咪去你媽用個嘅鋪。嚇！佢又咪是即係佢又啊！做啲伊或者成日一實大小上嚟，一小時哎呀！啲顧問冇得幫笑嘅啦。哦，所以個請人啊？啊，唔是請人，成講啊，有啊，唔知請人家己人咁咯，家己人協，搭個手。啊，搭手咯。啊。搭手咯，佢又是拜三拜六禮拜二嘛。啊。哦，其實開字我唔知喎，拜幾時開字嘅？拜三咯，拜三。7點咯，啊，一時平常時是拜三拜六禮拜就對話喂。拜三拜六禮拜嚇，哦，拜六禮拜開攞到啦。啊，個又拜六禮拜拜三，即是馬路嘅古早個拜四甲拜一哦。拜四啊嚇，個又馬路上有 special 咯，就拜四甲拜四咯，有你啊，你看你後邊啊，冇事之類嘛，萬寧嘅。哇，真係靠對咯，真係靠對咯。你人咪是九字嘛，九嘅咯，有時免像我媽子啊，人九字嘅，九是年嘅字。哈。啊，係咯。你拍字試試，唔係拍字啦。你笑字試試 process 人咗笑呢？我唔知啦，電話咯，因為電話是響嘅咯，我有handphone儲，電話是響嘅咯。嚇，所以人拍電話嚟講，我俾訂咩物件你看啊？啊，還沒字，一個大咩幾個，阮都未曉嘛，咩幾個古擺四樣未曉嘛，還沒大個寫個 A B C 啦，個邊啊？啊，對，嚟，一嚟講。講還沒大第四什麼數？哦，白老是佢你買自家就是買兩邊嘅，加就是萬寧甲泡啤，多多冇咩人買，加冇咩人買多多咯，加就買萬寧甲泡啤咯。萬寧是 Magnum 呀？啊，萬寧是 Magnum 對。哦，特別 sponsor 話啦。有萬能有驚喜有快樂嚇。咩？有萬能啊？對，有萬能有驚喜有快樂。哦，這是拍廣告嚇。給 sponsor 啦，該拍廣告嘅。嗯。咩 sponsor 我諗個荷包咗就好啊。被包嚟啊，被包接嚟嘅。嗰陣時講，邊咧學人有難個有零，會帶字帶萬零。好料，是我做咗鉗加泡啤萬零哦。誒，等我問咱若是講咱帶萬零嚇，誒，若是講咱帶萬零，即是。我想話，你萬零嘅泡啤是唔是正誒？是唔是樣像有隻生理嘅？若是講咱家己做不起，是咱家己收嘅類嚇，無報學萬零嘅啦。係你還誒？會啦，有報呀？學你，冇報嘅，冇報嚇，即是成個家己。特別我講嘅，即是還學啦，特別頂到時候，自己咁就這樣做呢。我都跟住。就冇你練你劍嘛。baru game ah. Baru orang ah做buki做大有 computer laptop 啊咯，古擺嘛有。啊，baru用 PDA 啊。哦，你現時咧，PDA 咯，對，用你把咩咯？
OK，咱講者小字，咱講做不記嘅成日講你媽嘅事，咱拍電話嚟教你媽第字啦。個擺你媽仔無 handphone 嘛，就我哋響嘛，出嚟邊我就個擺大好了，佢我成呢做大。個又你字成個硬紅字啊，冇字啊你係咪字啦？加硬字啦，冇人識嘅咯。唔是寫九字沙，九三字啊。九三字係咩？九三係咪錯啦？我聽呢隻。九三字哇！字。九三字女女啦，九三字女。九三字古擺是硬字啊。即硬字嚟講啊，一樣冇笑。冇笑嘅咯。哦，嗰個你係啊？喂。家姐沙條背本上哦。係咯。哦。嗰時你個報咗有係咪大正本啊？睇係咪啦？成日直接咧，人學車浪啲啊，冇上面啦。一嘴車擺開啊，呢個是無少咧，你硬字咯。唔是安尼款嘅，但是嗰個成自備啊，白自備啊，我哋基本是食快樂人買了嘢。哦，嗰係咩料嘅咩？係啊。你唔是有國大嘅那是。你唔是講成個人那濟人買，你咪是拿好咯。冇，伊了類嘛，伊就俾背嘛。我是驚講殺到家你開掉一字。隔了人帶上這字嘅數，I think。你那是 spread out 伊個，你 spread out 伊個 possibility 啊，你就是了類些，你是包一個攤對來。但是講你一邊隻背起，你背個了死嘅了係咪？對。阿咗你即係你背機背㗎，政府背無上背機背嘅關呢啲啊。咩背機背啊？哦，背機，我講咩背機背？背機背下關，哦，按照就關呢大 roughly average 啦。大家一顆古擺是個千嘛？係咪一顆個千我唔知。你慢慢講，我唔捌咩字。你是講，你第一顆大一顆細啦，是講開文字當當啦。係咪是文字當當？你問講你千我未好聽。四字當當。四個字當當。四字開個了，四字開個了。四字準。了。咁佢頭獎啦，是講你俾政府嚟講是一顆大一顆細俾個千咯。哦，係咪大細什麼意思？大萬四萬。萬四萬啦，咱講一顆大一顆細仔啊，是講你講，是講你未曉就是一顆大一顆細咯。是講你近來俾一顆大，應該是俾兩千哦。我真係大什麼意思，細什麼意思？大意思是講，比如講大，你帶大嚟講啊，一是開一是包括一隻大是 include 頭獎、二獎、三獎、特別獎嘅安慰獎咯。包個了啦，大萬是包個了啦，四萬呢是 A B C 呢 ？A B C 是頭獎、二獎、三獎啊？對 A B C。頭字三。頭獎、二獎、三獎。你咪是俾地字嘅字應該背下做這類咯，俾寫卡背下這類咯，卡掉嘅機會較少嘛，少嘛。對。俾寫機會掉較少，因為你做頭字三啦嘛。對。而家你開咗，你開咗你安慰獎啊，你咪啱咁咯，而家。咱若是你開咧你所以大我平大是個了一擺寫出來個了開到你基本攤嘅啦。特別你攤一至三嘅獎是伊 price 伊攤嘅你背你較難拿少起啦對。對，咁老豆喎。就 set 咧就借你背就一獎背就借你是就 set 嘅呢。用 fix 嘛，投票那是一顆4萬3千，然後那是大萬兩千嘅是兩千個，我冇咩會曉啦啫。阿喏，阿多對嚟啦，阿多對嚟啊？幾講？你可以，阿多你幾可以？OK， 我可以。你變我嘛？我嚟可以啊。阿多，你幾字？你出幾本冊？未差未當咗啦，咁咩都。係咪？呢度來係咪？唔係差未接過嚇。阿多啊？我搬。我攞搬。你看。我講啦，咁配嘅勁嘅，咁配10本啊，處。等我看看你。forum 裏面嘅報效是19%是。白講嘅1%我哋跟觀音嘅一本嘅一人咧，แล้วก็4%แล้ว33%是
是兩本咯，較濟人有兩本，actually 較濟人無半本 actually。當阿多都聽到哦，聽到邊邊嚇。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สิว่ารู้ว่าจะเลี้ยล่ะจะวิวว่ากับว่า講怎麼說啊？這裡劍虎無影啦，出大字出大字是啊แล้ว班長貴媽咪是小字嘛？多都不小字貴啊？唔係啦，波字你波字啊？我當啲講啊，John，住冇道理講，老細叫你開，哇！死人佢世界人我都未講得第字。我哋八字就講人見啦。喂晚嗬，有隻病，如果我食好，我嗱時啊6點我45分咧未糊啊嘛，就睇你數字咧又俾冚啊，政府又俾冚啊，我買個全部字啊，就卡啲門嘢喺度。這幾號啊？我一面看就教你講咧。呢是你 online dictionary 啊？不，呢是 operate 班字嘅 operator 係。operator dictionary 嘅，破了嘅。拉佢下都計講。正家句號，喺當佢吹正家句號，我話住住啲聲，正家句號。一面吹就講咧喎。冇啦，那個聽講嘅了嘛，那聽講當。哎呦，你聲啲咁配咁配。我聲對嘅咧，可能。係啦，你聲對嘅咧喎。是咩？我咪講我屈。OK，你笨住急就咪講啊！講唔多嘢啦，冇好。你去寫你 line 就成啊！自擺查嘢冇咧，我係大坑。係咯，你是你自擺上你古拜咧多到，你冇你 internet 上你古拜咧多到冇本地啊！咁緊啊！OK， 拜拜，咁配今次啊！OK，等陣就你講，老細嚟啊！老細嘅夾答話你過嚟再冇人。聽到，John 聽我聲。聽到，聲嗰隻水，阿多聲揾隻水。頭先嘅杜蘭呢佢，做咩做？因為佢係嚟聽到一個臭話嘛。嚇了，有未好事咩？嚇對戲咩？對嘢哦。嚇老細嘅對戲嚇。冇事啊，現咗。John 啊，聲，係嘛？佢哋咩啊？你夾培講嘅哦，因會啦，一句頭腦嗰陣時，你 condition 嗰啲嘢就喲。一隻行響出嚟，一隻講隻你就制句號啊！我話會小尖句號，你講你講切皮膠，你嘅講 ice cream 是咩？你講你講個啤啤，hello。ice cream 咯，等陣我當佢結咗是咩？見咗，hello。我咪啦，當見啷個了，個會聽就能聽到你錄講嘅啦咪好，叫我講辣這是句號，其實啊。即係我到啲 chat room 面，但是嗰時當件事 podcast 聽講咧，你叫我你 forum 咪寫頭一人想到垃圾，再講垃圾是幾回，咁咩寫到啲你 comment 嚟？猜掉都衰晒。啊，嗱誒啦，呢度是大死啦，看下喏，一個多一個死一個啦，多一個死一個嘅數晒，大數大死得幾個形態啊？四個派彈四數晒大數字，嗱就大一個四咗就數晒。然後當我每到對，阿德都嚟一下，嚟到對下入到對下，阿德都冇聲誒，老細都冇聲喎，阿德都冇聲喎。Hello，老細有聲，阿德呢？阿德有聲。Hello，聽到 ？Hello，喂，聽到啊 ？OK，แล้ว班長佢講到對，你點啊？你講你係大一個四。考了時你媽就去講，班長佢แล้ว你媽仲我仔啊，辣隻句號，哇，係點啊句號？辣一辣，這是觀音嘛是？316，哦316，辣隻，嚟我等我笑者，確確啦，米羅丁。我沒有電腦。應該是冇printer，冇人哋試就冇啦。computer 冇電腦。computer 冇試你發現到有係你試你 number 啊。哦，4digit 應該有。4digit 夠啊！674是 YouTube。
OK，等你講誒，不知你呢班人規定我你講你係你媽第幾樣咋？多幾考四幾考兩咋？佢又唔算少啦，少得佢又應該是6.9嚟至10嚟至就冇少係10嘅喂。嚇，你7點是開字啊？係咪係7點開字咯？7點 process 8點開。哦。哦，一時差唔多7點半依家加啦，依隻佢條 live 嘛，你即係講 online 佢條 live 依家7點啊。老實講7點。7點半 start 加啦，7點3點 start 加啦。我7點冇到7點，7點內字啊你講係差唔多，7點就內字啊講。了解，意思到底大家？你睇看 live 一段咪嗱咪嘢 homepage 嚟㗎。啊，當佢要 stream 嘅話係就係要link 啦，你就係佢 link 過嚟隨入邊嚟睇。我試下我冇話自己較好料嘅級者，啲邊格係咪國英湖嘅，有時邊新加坡湖嘅，頭先我試下講。講下講。嚇，班陳佢。但係我當佢要 stream 入邊 chat 嘛，平時。我覺得。你做咩？而家你隨喺邊字嗰度啦。啊，落嚟這是 4-2D 啫。你特別 OK。了解開哦。4-2D 冇咯啊，冇事即係你不可以隨字啊，你使 search 啊。我哋讀呢時隔離個 result，地理。我即你班長規叫啊，唔是班長規。啊，對，班長規叫我係是你會隨下面。number。啊，等我隨個 printer 有啊，等陣。我叫啦，我發覺叫人 English， 哎呀冇啊！等陣我看 candle， 但係我講 candle 看你做對唔對？做對唔對 ？candle 冇誒，嚇 birthday candle。我講嘅是白公袋。candle 是514 316。屌316嚇，我講嘅。แล้ว514是即係關你媽呀？應該是啊。攞去隨看關你媽嘅車開514看是唔是垃圾？你冇上嘅我講，我哋冇上嘅啦。我知啦，就是叫你去隨看514是唔是關你媽？啊，面514是唔是關你媽嘅車入面嘅？你看你大馬仔係什麼？大馬仔係什麼數？大馬仔。我你是大馬仔啦，後邊啊。後邊啦。啊，即係炮咩叫做打咧？打嘛 ，DA 嘛，打嘛，打就係打。哦，打係啊，打馬仔啊。打。柴大啤仔啊！哦，柴啊，柴色柴，大啤仔，一大啤仔成一百磅西結出來。拍廣告啊，細少一。你看一大啤仔成擺一百磅西出來玩，打咩？你阿道路用嘅這大啤仔？有啊 ，online 嘛。嚇！啊！真係冇個人講我講嘅，定得死。OK，但我咪 post 起嘢咯，一件。咁你嘛，多面咁個嘛有。班就佢你 send 隻 email 其實 link 係嘛？我講我未記。OK，其實。嚇！你等陣 OK，等陣我隨看，咪 call 浪啊，浪未使用 internet 嚟啊！我笑我啫，等我看看，一個白行個 birthday candle 個冇上嘅喎。哦，冇1 + 3D 嘅，1 + 3D 是4嘅字，是新嘅車啊。啊對。特別有個 no number 呢，做咩事？有人播攞字本呢。即係是你數字人嘅出嚟，所以應該這字頭人掟。兩個播到幾多？你冇聽過喲？就是講咩？你想覺得準老細？老細，兩播多些，嗰是單數加雙數嘅。你頭獎嘅阿妹就係digit呢。哦，不喏，哦，大四咯，樣依樣嚟看。哦。特別你是背到較少啊。樣唔像是一杯字，人嚟講就是一杯汁我冇清楚。一杯嚟幫嚟做鬼，喺度一時幫嚟撳配。我第一call 攤一 call， OK， 我話贏啦，怎麼想？應該是一杯汁啊，我冇記錯嚟講。獨仔哦。你未睇獨仔，像是擺喺平衡人嚟看，擺喺人個邊啲人冇咩嘢啦。哦，邊啲人博大我看。冇啦，樣全部上，擺喺成個擺喺，但是樣買樣靠 discount 個冇上。哦，個 discount 呀？冇上嘅。你10塊，如果後面10塊，咪你靠 20%、25% 嘅嘛。會有咩？
阿咗嗱，好似下面嘅事肯定。你是住班長龜下？你交你自己交時候是可能是2個月至4擺，3個月至4擺肯定就。哦 ，regular 啦，你是。regular 那個有啦，先交2個月收一刀，2個月吹無人啊。regular。啊，我介紹2個月收一刀，我話俾。個1910清大10清大10清細，一走落。大10清細。一班，咱叫一班，10清是一班咪？我真一班的啦，第一次我不過一清啊。哦，一清不要這裡咧，那些一清啊，條頭標4粒掉個了咧。600萬咯。一千600萬。我愛。好啦，一千700萬。600萬你唔是咩？600萬你1000啊嘛，1000我唔知。600萬是老細，600萬是掉尾字字。好啦，如果半日爆嘅時候咪嘛？攞可能冇咩事，阿咗講一清大1清4嘛，是個面咯。個面咯。我愛啊！等陣啊，各位聽眾，若是你聽到這有分聽到這節目誒，若是你去一個月之後，咱第一談到特別好啊，1%。1%。好啊，安尼應到破病面食藥。仲難無掉呢個叫1%。1%使啊！我係嘛？1%啦。我特只幫使一單分存落10%啦。使一本是10%。誒，แล้วลองจุดบัตรแต่ลอง上試看兩度正啊！當老細冇到人家班長，佢ลองจุดบัตรทัน不掉字佢。我老細。你字人掉8啦，我8。當講聲。掉字哦。估你啊，冇估你啊。冇估你啊。掉字。你淡波係10千嘅。哇！10千個淡波。Hello。了這類字是特別上第二字，還是把路實在先第二字？伊 number 有人是寫特別用第上字嘛？丟這是叫招字。叫咩招字啊？招字。招掉。你明係講嘅 is 頭個老師咧，這是掉，這是 regular 特打或者特禮拜，看你俾掉落估啦。特機。哦。我就猜特機會有啦，所以特機是講拜3拜6禮拜啦。special 有 special 冇啦，當然 cancel 啦。當然 cancel 咧啊 ！special 是拜1拜4啊。拜2。我特別機咩嘛咯？冇啦。誒，我講聽啦。冇啦。咱若是到底歡喜帶啦，頭一擺來聽我人邊咧學見只，我就係講就是你無可能到底電視機有人教，你第二字教緊你明。咗啦，你頭毛食都呀？我頭毛，我冇見啫。你餅嗰時候骨都越嚟越大，看咧冇幾層。嗱，10%好咯，骨都。學bằng咖喱吧，學阿德。10%你骨骨。不如我10%姑姑咪就係咯，佢就當到頭卡。我知啊，我哋講就係啊，我哋採冇是咩啊，大碗啊。安怎就係看，誒，等陣，姑姑幾號？我別講。姑姑幾號？等我去隨看。正咁快有啊，姑姑有咩？應該有啦，冇可能冇誒。等我。誒，3擺幾號啊？未記啊。講一講。講一講，講爛椒嘅啦，講一講。啊對。真咧，講沙爛椒龍啊，係啊。講沙爛椒。講沙隻錯啊，媽是。誒，有 penis 有啥 penis？啊，講747哦。747。即係飛機。747飛機啊啦，看呢。飛機。係咯。已經是啊 internet 誒。誒，747是 YMCA 邊間 restaurant 呢？嚇，掉過去哦。有啊，阿莊真係啊。係咪物件？直接講，直接隨掉。720哦。佢720咪是咧。神幣嗎？啊，那720，แล้ว多不多是932啊？還是593啊？好啦，593唔是啦，593俾起短漏狗啦。咩起團啊老狗？
夠晒啊？辣夠晒，辣夠沙連虎癲嚇沙甸虎癲，屌你啦！辣夠沙字冇抽卡白白啦。哦，辣夠字啊！空沙二沙，只空沙二沙是多多。你嘈啦！辣夠沙你要點咩？你講我喺辣夠沙可以白白，我辣夠沙。我抽卡，我抽卡，我抽卡。哎呀，先你咪特別見到點？辣夠沙啦，沙連虎緊咧。辣夠嘅知啊，想沙連虎嘅知係死。你看特別見到點啦？你去你 book 嘅事。你俾辣夠沙特別去面諗。泡餅還是多多，你去藥店都冇食。對，喺看唔講辣椒沙隨便使去。辣椒沙波，是不你是被波卡，是被被波卡是被第二。誒，有咧切掉馬個第二個被咧拆咧藥物件。是，農行。日辣椒沙都要波卡。你別。波卡是波林帕，安尼看你誤會了啫，阿 John 啊。係啦，唔是是。拍死啊！啊，對啦。誒，阿佬我愛空沙，你買個貴包出來嘛？我講嘅咁咪大空沙。啊，大個蛇，空沙，節，你講個劇大嘅，寫住你。誒，等陣，我問你隻空沙係咩？空沙呢是condom啊？點樣晒這樣子？冇啊，講硬講多裡面。我食錯，我係成家字食錯。我食空沙，我係成家字。我知係咩？搞空沙就知係咩？我知。係咩嚟？超支。啊？超支啊？超支。哦，厲害哦，搞啊！你知唔知我知？你點解我擺車擺是搞空沙？所以大把人講，哇，浪掉落這裏哦，但我冇俾錢。哇，你掉落這裏啊，哇，開即個國卡超支，我擺車國搞空沙嘛，然後哇，國卡超支咯，趁到好嘅咧，咩咩？誒啦，搞空沙嗱，準備10塊或者6000個呢？幾歲？32年嘛？不，國搞空沙，一國卡超支講。啊，你講冇少咁搞空沙。謝咯。特別往時，啷自己把車擺幾個月？哇，我車擺。哇，摩托鈴。哇！啊，當冇乜嘢啊！因為做媒擺啊，我冇丟啊。誒，我嚟啊！我做媒擺個教師啊。哦，個教師係咩？個教師啊，開機。你唔是開機啦，個教師啦，講啦，酸。嚇？酸。我講係講多。hello，啷攞你喺制啤講多還是觀念多啫？冇得亂。啊，我講嘅是北港島，正講乜呢？正只能講北港島係嘛？I 看是 Celsius 還是 Fahrenheit？就冇看幫掉是掉掉，咱攏代志是講 number 呢，咱免解講係咩物件。特別有人代志人嘛是就知，誒我俾帶，我俾帶啊電話哈。人真厲害，John 寫情節人。知啦，你每個小尖幾號喺度顯示啊？特別你可能佢講你俾即係你是俾白講嘅是關你咩？冇啊，一制本嚟會，一制本嚟會關你冇。哦，後面物件攏知咗 sample 啊，後面物件是關你冇了，有到底白講嘅是白講冇了關你冇咧。我間你呢就去吹你嘛，佢換車都笑。冇嘛，攏就是誒，這有可能嘅知咧，係咧。啦，得啦。John 嚇，幫掌櫃。啊，你幫掌櫃幾號？個係住你啊！幫掌櫃幾號？係啊，媽我都有布拉煎啊！布拉煎有啊，布拉煎幾號？布拉煎辣子康。哇！誒咪咕咧？咪咕？到時候我頭晚吹架包都吹破。冇咪咕啊！
咱出这先呢。那空一空，空一空是咪咕啊？椒，都很白。人椒咪咕，咪咕椒。咱出一本册吼，反正咱出一本册咧是咱个本来福建的红光岛啦，本来福建红光岛，阿德是几號阿德？辣椒辣阿德，近年咧辣椒辣，辣椒沙個好，夠毒。辣椒沙對，辣椒沙對。对，辣椒沙是阿豆，啊，人写起来不是啊，人那是直丢辣椒沙是对不好阿豆1%，就是可以抗一抗的是呢，人对不好我1%啊，抗一抗是。你抗一抗是老好的哦。啊，我是老好小好嘛。啊，啱啊，抗一抗，啱咯，抗一抗。你是老好是喵？我是老好。啊，喵嘅老好，整個扮豬食老虎。扮豬食老虎。我是正老好。我是喵嘅老好。啊，对，我是喵嘅老好，来，晒啊，我直接全部都合落去。跟住啊，我叫就是哎呀，咱未使報，未使我看即 Magnum 嘅，我看 Magnum 嘅 website，就你叫我 Magnum website 做咩？好啦，你看，do it for you 啦，即邊個？哦，佢經我錄下。我 do it for you 睇看個了誒，真正濟。哦，我知，但係你叫我咧 magnum4d.com 嘅是。呢是。Magnum 4d 邊？Magnum 嘅 result 呢？呢是 Magnum。冇，唔是。John 啊，你看到 Magnum 嘅做你多出你多出俾即係 what number to buy 嘅哟。哈。OK， 你 what number to buy 你都。Forecast example on how to forecast your 4D number 你除咗咧 treasure chest 除咩？哦 special chest， treasure chest。你嘅 treasure chest 啊。哦，你 type in number 嚇。冇你 type number 冇，你叫我John。哦嚇。好啦。喂，阿伯講嘅驚俾困咧。OK，感謝，不知佢夾。拜拜 John， 拜拜。拜拜，辣椒沙走啊，拜拜。拜拜。你出咩 number 一直出來啊？豬豬。有攞多領咗。一人講，錯字拜嘅一點。等陣教阿多講拜拜先，阿多拜拜。啊，拜拜。OK，แล้วก็一人講，但班長佢當都但我都未曉講咪咕係咪？咪咕。我媽都定係未使係咪咕嘅冇啦，而家是咪咕是我哋咯。bread 我但 bread 是，我你最冇想嘅，健康沙是落地喎。一粒 bread and butter。一粒一個 bread and butter 落地嘅牛油。沙拉個礦啊，攞沙拉個礦係咩？多脆啊！大粒嘅。唔是落地啦，係你。冇啦。沙拉個礦是哇破哇啦。好啦，沙拉個礦是你啦 ，break toaster， 並落地嘅。哦，沙拉礦個是破哇掉。落地啦一切，不講多。toaster 掉 toaster， 落地啦一切啦。你這冇上 number 我 confuse 咗。我要就是講嘛，我講有半白講假咩？有半嘅嘛。上緊字典半卷牙裝嘅嘛嗬。特別字咪是上嘅數。你講住你有半貼線嘅啊？你講貼線㗎，加線啊，意思講嚇有半嘅啊？係咪貼線 ？link out 嘅啊 ，link out number 嚇。因為你 number。像 replacement 啊 ，replace 嘅啊。特別是 replace，其實冇 replace 嘅。冇成個人講話個白控，一貼線字咩啊？嚇599咩？喺 replace 一堆堆啊。當時人講哇，今仔日開這個字嘛，就係開貼線哦啊，哦。哎呦，這個是第一次咩啊？所以你就是講話，今日開嘅是個嘛，就個開上嘅，特別是開八列呢個貼線嘅 number 啊。啊，你哦。前個係 second number 啊。我得領啊。喂。我得領。我未錄啊，個啦紅字喎，就幫。紅字。我未聽到啦，紅字就這樣講字。
公鸡什麼意思？公雞是講寫出來啊嘛，叫人公雞咯。哦，我寫出來讓第條時候我600，我對。然後冇掉誒，搞到拖累啊！免啊，冇累我都去收咗嚟啊！我還要買，日本整理啊！哎喂，是幫榴蓮當啊嘛，叫人寫榴蓮吧。對榴蓮。哦，榴蓮5,000，5,000。5,000。等我隨佢。5,000啲你開門嚟咧。我還點開冇啊？開白榴蓮冇呀？你咩白榴蓮咩開好咩？阿毛榴蓮呢？阿毛榴蓮。咁咪會你冇？printer 啦，冇人隨住 printer 啊個。printer 冇啦，HP 嘅 HP 嘅，又冇啦 ，HP 嘅 printer。printer 啊，哇，bubble jet 啊，等model number 個。自個一切，生一倍窮。然後499是 computer printer 嚟啊。哦，哇！這門有 ribbon 啊！個代名知識啊，John，個代名。Beauty printer 啊，哎呦！哦，而家 bubble jet printer 冇有啊，即 4D 嘅位 laser printer。jet printer dot metric printer。誒，我講聽下，嗱，是就 printer 嚟講咧，嗱，就是俾學我類啊。barcode printer 296啊 ，bubble jet printer 217。buying printer 那是要去買 printer 嚟講就263塊，那是 computer printer 299，然後computer printer ribbon 啊，即唔是即 dot matrix 咁是你印嘅299，然後 CG dot matrix printer 是494，heavy duty printer 是482，然後修理 printer 咧是54，inkjet printer 是583，583是我講嘅啦嚇。inkjet printer 個683，然後個 laser printer 是7200，特別我 printer model 是318，出嚟攏要跌到這裡啦。computer 咧 ？computer 當然係 4D 嘅。computer 有 Apple 嘅有 Apple iMac。我幾號呀？John，我除掉特別唔是米羅啊。嚇，電嘅啦。啊，我除嘅是冇，我除嘅是學歷。有電嘅咩？我哋是夠健康。哎呦，大家我覺得真係好笑。Computer attack by virus， 自家被子。我地你就好笑你咯，我就地住你。阿邊做？Computer being hacked。Computer being hacked 喎，可能 computer hack 自己是冇 number。這裡。大家，佢是 studying computer science。我看過教設置study computer science。哎呦，死條死啦 ！computer chip 嚇 Intel 自家背死。computer chip 啊 Intel 嚟啦。哎呦死！笑死！laptop 等我看 laptop 喎，等我check 個 laptop。你啲有誒 laptop 有啊793條。哇！佢後面未夾到呢，幫曬喎，幫曬阿毛叫做咩？切啦。139是九隻曬。等陣個借掉九曬，借掉九曬是835。哎呦，死九曬是567。一個那塞，一塞也好，一個哇，你佢那掉了，想要演出來呢，做來塞。哎呦，個九隻塞喎，九隻塞，是哦，女啊。等我看，我不拍 defecate 啦，我等我這裡阿莫西個講 defecate 嘛。等我看 defecate 我去小氣嘛唔得出。冇啊，你看我拍你 Magnum 拍 defecate 就可以除唔掉，我拍 shit 就除掉。
班長，哇，直叫嚇班長龜你係抗晒鼻嚇，抗一晒鼻啊，抗鼻，有時話啊，切掉爛椒，抗鼻，等下撲嘢等我就拍撲機全部等下拍vagina。哎呀，冇喎 vagina，你 sexy 死啊你，冇 vagina。卡吹呢？卡吹是康貝斯貝，康貝斯貝是卡吹。你卡吹看咧 ？abscess， 啊咩 abscess 係咩數 ？abscess 係咩數？那阿莫晒教我哋 abscess 係咩數 ？absess 我呢字咩？還是 obsess 係咩？哦 abscess 哦 swollen area within body tissue containing an accumulation of 奶耶！你卡吹係奶哦，真我。我地震呀，可能啊，空一百，嚇空白啊，那是當直掉啊，你是阮有講啊，哎呀，劍虎來啊喎，劍虎，被搞上是本是水，被搞上是日本水，被搞上是啥物？你問即看啦，被搞上是你當時去麥那未啊？啊，哎呦 ，sperm donation。sperm donation 㗎，被搞啥事啊？啊，被搞啥事？誒，等，那講到對，即係啲字係你 process，你彈掉嘅時，你其實彈 claim。我哋實在唔知。一人講，班長佢講。就是求其你交少啊嘛，一個係愛學 commission 嘅嘛。啊，個 commission 咧啊？啊，我係買少7%嘅嘛。哦，我冇嗌哦。扣掉，會投靠你，會投靠你。哦，使你賺10千嚟講，你度你媽度賺1千，冇100。啊。哦。啊。然後邊啲學嘅滿賺100。哦。一炮啊，邊啲學緊賺？一炮。等陣我看這啊，我以為我個掉嚇，浪仔會以為我個掉，如果我走去啊，哎呀，冇看走去啊。所以等陣啊，咱當今啊，你講談你 commission 是特擺乜位啊？好啦，就而家好啦，冇就二步啦。誒，冇對住澳門你唔知，咱 commission 較少你嘛對啊？有嘅時間，有嘅家己投資起來嘅。冇做部機都你 commission 嘅嘛，還是講伊部機卡件就有 commission 啦。件啦係啦，件有啦。哦。這邊就無論是講咩？講。嗰時銀包就你啦嘛，出曬都好啊嘛。哦，你是有賺你是紅包是咩？好啦，因為攞咗部機是跳就跳啊喂，佢有啲卡件，有時啲卡件啊。我係一個藝術哦。跳撲機，撲機頭刀，我一個紅包。擺銀包咪咯，因為你頭擺銀包。等陣我講到估一下這代志，要試講一點正嘅喎，了啦小酸啦。OK。讓啊，去出代志是啊。哇！咱學到就係我呢，這禮拜那時你是歡喜帶誒聽講頭一擺啊觀眾頭一擺來看人咧。學到八角，八字。學到八角。但係萬字，做咩是講萬字誒？我唔明白。萬嘛，四個字嘛，個10百千萬字10會有1000，千呀，叫萬。對。哦，唔好意思，空交啊。誒，開空嘅是咩字？海鮮。係咪？沙粒礦海鮮，係咁多。啊 ，crabs and prawns 對。啊。
等我看看 website， 空木字我唔知，海鮮咧空一咧，空一 T， 空字。哦啦 ，father， 空一是 father pass away， 巴死去。嚇？空一啦。拜講多，嗱，佢哋講拜講多。OK。拜講多空一是天，空字是地。空三隻錯，我係寫嘅字。哦嚇，你空四咧？空是藤。你空是 James Bond。空字是多拜講。哦，空次就是多拜講都是 James Bond 嚟啦。James Bond 嚟啊，多拜講是咱鄧人嘅 James Bond。哦，你聽到啲咧咩？因為啊，你第幾號一個你講其實 draw 掉嘅，其實開過。要開過。對。個字嚟啊，個字你明諗有人我靠用個咧，個了明諗開過 number 就10年嘅個了開過。哦，10年。講㗎。本尺探比。我啦，你交俾16年。誒，我你。但我可能只其實佢 last time 是講白是2006年2個月是開過，所以有可能係開本咯。誒，我咪講咱開字即係開到礦嘅頭喲，有嘅啊？因為咁啊，投標。之前我冇開冇卡咪，我 speaker 我佢聽到我嘅意思啊。唉，小酸，錯啦。佢想俾交，882 787。但我咱講咩啊？隻狗西是幾號啊？9隻西唔是隻狗西嘅，sorry 咁對。1339，啊！1339是9隻狗西啊！9隻西。你同埋咧，等你咧 computer 掉 virus 咧。computer 掉 virus 嘅，我都係未記啊。嗰時自交備字。對，哇，好潮咯 ！handphone virus 冇，handphone virus 是事前交字。哇！哎呦，未到，好似，好，咱 keep 住字，那是咱就直接禮拜聽這個 episode 了有條字啦，過來啊，好我100%啦，感謝，成日講感謝就成。我哋哦，咱點拍你本領กับ後尾啲拍廣告樣，嘅 sponsor 咱 PayPal 特報接嚟變咱學嘅呢。嗱，十清一萬一嘟呢嚇。老闆自己嘟啦。老闆一嘟。一嘟係咩意思？嚇？老闆一嘟。臭話本啦，我唔知咩。嘟係咩意思咧？還是福建話？還是臭話咧叫做咩？老闆一嘟啦，嘟咪就爛咯。哦。老闆問我200咯。哦，是特別點解我成日個比較，我成講一嘟就是1 million。冇啦，唔係講1 trillion 咯。我唔知，我想一萬咧，其實咪一個10、百、千、萬1萬。1萬8哦。1記就是8，1記就是錯啊。100萬，100萬了。100萬了加1億。1000萬了加1。1億佢係什麼？錯錯。10億啊。10億100億。100億過嚟，100億一個，100億1000億就是一組啊！一組啊！一組什麼意思？一組啊！1000億咯。哦，一組是1萬億。是1萬億啊！啊 ，OK 嚇。1萬億。啊，咱搞先是我談到，那這是我差別幾億啦。梗係水貴。我一抽嚟啊！哎呀，我起床啦 ，OK， 感謝啊，各位聽眾收聽啊，嗱是啷調字先啊，家己你 follow 咪教我講啊，調字冇調你咪教我講啊，調字冇調你咪教我講啊，我收聽啊，嗱是啷調字先啊，家己慢掌櫃買開外聲，come here speaker。
嗰天就冇記實。OK， 感謝我位報告者啊，就要讓啊班智島嘅人啊，班智島 ，sorry 講錯，班智島人按特別工資有4個人啊，關你媽係1個人，然後有2本嘅9個人，無半本嘅10個人喎。即係人冇代志，一半人冇代志。仲等陣就係都冇拍隻正字啊，變咗學緊嘅正字。康貝貝貝啊！康貝貝貝啦，褲到佢當到頭開，康貝貝貝。特別個直接，我講我好如果哪裡人講字，佢呢個一個是 printer 啦，但係 printer 成把 inkjet 嘅 printer。等我吹看，我好人3個字啊 ，inkjet printer 啊，一個是康貝貝貝啊，一個是藍椒，然後5683咧，5683是 inkjet printer， 5683，然後 inkjet printer 嘅 model number 是3180。對3180啊，然後若是去買到這3字彈掉時間啦，係嘛？吹個3180係咩？等我吹看。係咪個字100？575718。3180諗在上面。牙卡嘅咧人卡線路啊，線路。卡通嘅啊。牙卡嘅線路是3180。哦，我唔知話 printer 是牙卡嘅線路嘅票誒 model。但我都講另外隻 number 係咩？直接講另外隻 number。model 零講嘅。model 零講 number 係咩咧？好啦，5718。係咪98？係57。5718。講學嘅話啦，個798。5798是機叫。唔是叫雞啊，唔是叫雞啊，是早起你雞個呱呱呱，唔是去叫雞啊。57，阿咩講5798啊？57是 Q 按工資。哦 ，Q 按工資。哦，去 Q 按工資嚇，啷那是去就準備5718，我係空888啊。或者咱講話是講得出來，哎呀，我係，等我變咗幾回啊？別啊！嚇，我係即係哇，早起啊5798啊，就是你記叫，早起5798就請起來就全部我係3180就，哎呀，我去現在去 computer 佢就話5683個牌。哎呀，我就早起就冇啦，佢早 A 是佢寫話空888啫。OK， 等陣你咪講到啲咧，而家什麼隻字啦嘛？可能而家是頭來是有金配咯。你是2499 ，sorry，the last one。2499係咩？呢個別係嗰啲講 number。99。個2499係咩？2499。哦，對，2499是 broadcast 啊，成日同樣報掉咧，成2499 ，OK， 讓佢俾啦嚇，隻字睇俾啊。然後我咪講咩啊？嚇，對，但係咧而家就話是金配咯。阿多咯，嗰住頭乜隻嘅啊？老細咯，摩多零班長龜，嗰住有冇啊？呢啊？冇啊，咕嚕哦。好，過完啦。嗰叫講一聲嚟，嚇，住住，對班長龜朋友。哦，對，Bookie bye。你講 hello 呢？記下琴日。OK， 感謝。禮拜咱再見啦，都嚟講別行嘅話題啊，你實都是新吧？歡喜帶嚟頭一擺參加收聽，咱邊啲學嘅節目咧，歡迎。但禮拜你實都要做位嘉賓嚟講咧，你看我其實錄音嘅時，你都要使去我嘅朋友去看，按咗做位嘉賓啦嚇。即係嘉賓咧，冇想歡喜帶咧，部學路播嚟啦，我學路潮爽嚟。OK， 感謝禮拜嘅收聽，感謝咧嘅特別嘉賓啊，各位，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誒，做咩事？清嘅了，死瞓唔掉歌啊！你瞓唔掉歌，掉個掉。